真侪查某囡仔为着好看，死行拢会穿管打鞋。不过认真来讲，若穿伤久，可能会受伤。台北大学的团队就研发一种手机 App， 利用手机翕相，就会当透过 AI 评估你适合偌悬的管打鞋。若这项发明嘛，摕到德国国际发明展的银牌。将管打鞋看起来会较闪 Q， 佫会当展现个人穿插的风格。毋过，若穿伤久，也是行路行伤远，难免会无爽快，或者是破皮受伤。小腿后侧的肌肉，你的足底筋膜也会被拉得比较紧，前面头又会缩得比较尖嘛，所以会容易造成你这个拇指外翻的问题，会让我们的膝盖会有这个过度伸直的情况，膝关节的压力会比较大，也会比较容易造成我们膝关节的磨损。为了解决管打鞋可能造成伤害，台北大学团队甲荣总复健科医师合作，研究手机啊 App 的软体，会当正准确评估每一个人上适合穿鞋的宽度。当女性的脚垫高的时候，它跟骨的话会开始内翻。你可以看你的后脚跟的话，其实会有那个影像的形变。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啊，我们的 APP 就是会去录影后脚跟的垫高的逐渐升高的一个影像。那我们就可以利用人工智慧去做预测，是收集了100个女大生的脚的资料。脚内徛翕一张相，系统就会当为脚的筋膜骨骼变化这条件判断上适合穿的宽度。这种创意发明得到第75届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奖的银牌。团队是讲，后续会阁收集数据优化，希望未来会当甲消费者、鞋厂，也是网络电商这单位合作，互民众穿管打鞋唔免阁惊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